4600幾啊。咁啊4600幾，依家改口改到咩程度咧？改口改晒啦，咁啊阿高盛啊、大摩啊都改晒啦。之前話到年尾啊，到今年年尾睇5000嘅，啊依家改晒啦，改到咩啊？改到3個月之內，啊3個月之內5000，唔係我改嘅，係啲機構改晒嘅。咁所以你知道依家點解黃金升得咁好？因為黃金嘅邏輯我已經講過非常之多次。非常之多次，好多次，但係今日再講多次，時間唔係好夠，我講快啲啊！中國人民銀行連續14個月攞黃金，依家嘅儲量去到2300噸。咁你知道啦，中國人民銀行一般嚟講都唔係好中意黃金啊，但係佢依家已經去到悄地已經去到2300噸。雖然對比頭部嗰啲國家咧就仲爭啲啦，但係已經係叫做速度比較猛㗎啦。已經算速度非常之猛。咁依家目前嚟講，央行需求佔據咗成個全球實物黃金嘅20%加，而且央行依家嘅購買力度係繼續上嘅，係會繼續上嘅。睇數據啦，全球範圍之內啲國家央行增持緊黃金。呢個世界地圖唔淨止有發展中國家嘅，例如印度尼西亞啦，巴西啊，中國啦，呢個顯然嘅發展中國家，跟住仲有波蘭、捷克咁發達國家，咁都有，即係全世界範圍之內好多國家嘅中央銀行都喺度買緊黃金，都喺度買緊黃金。點解咧？點解呢啲國家嘅央行要買黃金咧？咁以前咧我哋講唔清楚啊嘛，咁依家話俾你聽點解啊？因為呢個數字係非常之有條曲線係真係第一次同大家講啊！不同嘅經濟體對黃金嘅需求變化係點樣嘅咧？藍色呢條線係新興經濟體，即係叫做發展中國家。咁藍色呢條線係發達國家。大家睇到由1990年以嚟，發達國家對於黃金嘅需求，或者買入黃金一直係唔感興趣嘅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佢哋中意印錢啊嘛。點解佢哋唔中意玩黃金啊？因為佢哋中意印錢就得。點解？因為所謂嘅發達國家好多個貨幣都係全球性嘅貨幣，所以佢哋熱衷於印錢。印錢就可以割你韭菜啊嘛，割晒你韭菜，所以佢哋唔中意玩黃金，中意印錢。點解？因為黃金係有限制嘅，黃金係有定數嘅，但係印錢話知我印幾多，你理得我啊？但係新興國家喺2008年之後，對黃金嘅需求係直線上升嘅。點解呢？咁呢幅圖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，發展中國家越嚟越對所謂嘅紙質貨幣即係信用貨幣已經失去咗信心。咁所以其實你睇到黃金依家上翻嚟，係真係屬於叫做點講啊？嗰個咩詞啊？等我諗翻下個詞嚟形容下，即係覺得好似係好意外啊！黃金升翻上嚟係一種意外，你錯啦！你睇翻呢幅圖，你知其實從08年之後，黃金嘅需求就一直喺度增加，只不過依家係集中個價格集中反映出嚟，唔係一個意外嚟嘅，佢係一個趨勢佢係一個趨勢嚟嘅。2008年以嚟，越嚟越多國家要買黃金，你估佢買係一時興起咩？唔係嘅，佢係知道佢係有意有計劃去咁樣去做嘅。08年之後08年之後仲有一個更加有意思。咁呢個喺08年次貸危機之後進入一個加速期。咁如果經過統計係咁與美國嘅立場最唔一致嘅咧，買黃金買得最多；與美國立場唔係好一致嘅咧，都係喺度買黃金。只有同美國立場一致或者比較一致嘅係冇買到黃金嘅。有冇意思啊？證明咗咩啊？證明咗美元係咪喺度行緊下坡路啊？係啊嘛。咁好啦，點解係08年之後係咁飆咧？點解08年之前、98年之前
98年之後都冇乜點飆，98年到08年其實都係冇乜點飆嘅，大家知唔知點解？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98年都係一樣係金融危機喎，08年又係金融危機，點解98年到08年呢10年時間，即使係發展中國家都冇乜點睇嘅喎，都冇乜點升，但係點解08年之後升得咁快？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記唔記得我曾經同大家講過一句説話？美國美元霸權，咁美元嘅含金量已經一直跌緊啦，而喺08年之後個含金量嘅下跌趨勢開始加速。點解98年到08年唔敢喐啊？大家因為嗰陣時美國嘅武力值仲係世界第一，斷檔式嘅領先。咁啊，98年到08年你睇翻下啦，你揾翻呢個大模型話俾你聽，喺98年到08年之間，究竟美國發動咗幾多次戰爭，你咪知咯。咁點解啊？因為嗰陣時嘅武力值佢可以壓低全世界嘅國家，所以你即使想話擺脫美元霸權，但係你都唔敢咁樣做，因為你咁樣做佢會喐你。98年到08年，但係08年之後係點解？因為08年之後佢嘅武力值開始大幅下降。呢啲好簡單嘅，所以美元霸權係建立喺軍事霸權之上。點解要做咁多航空母艦？咁啊，梗係啦。98年到08年嗰陣時，美國可以出動嘅航空母艦應該至少有11部航空母艦，冇乜問題。但係依家咧，號稱仲有11部，但係真正可以行得嘅得3部嘅啫喎。你估咧？以前咧佢帶馬仔出去，即係帶啲僆出去咧，有11條僆，全部都好打得嘅。你驚唔驚？你梗係驚啦。但係依家佢得3條馬仔打得咯喎，你係咪冇咁驚？咁時日唔同啦嘛。咁點解？咁啊，你睇到個黃金價格嘅上升嘅幅度已經超越咗美股同埋其他美元資產，憑乜嘢啊？就憑大家唔信你美元開始咯。就咁簡單啦，美元嘅信任度直線下降。以前唔係唔敢，以前唔係唔想唔信啊，係以前冇得唔信啊，因為冇得揀啊嘛。咁啊，泰國支槍冇子彈咁，冇得揀啊嘛，俾人支槍對住點揀啊？冇得揀。但係依家你發覺佢支槍冇子彈嘅喎，你發覺佢依家個槍冇子彈嘅喎，咁冇子彈喎，咁你驚仲使唔使驚？你唔使驚啦，支槍係冇子彈係咪咁講啊？你話地緣，如果你係要硬講啊，地緣政治叫做咩啊？地緣政治唔夠穩定，咁我想你以為98年到08年之間地緣政治就穩定嘅啦咩？你睇下嗰陣時，01年仲有911添，係咪啊？咁啊嗰陣時咁大鑊都冇喎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真正嘅原因，大家諗翻下啦。好。咁啊，講到呢度啦，咁啊，大家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啦。結論係咩啊？結論就係依家全球央行對於買黃金呢件事情，佢哋係叫做不惜一切代價。無論你依家幾多錢啦，總之黃金照價全收，你要有幾多我就攞幾多。依家大概係呢種情況。好多央行，你睇中國央行你就知嘅。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喺舊年嘅買入嘅黃金量咧係低於2024年，但係你要知道2024年黃金幾多錢啊？咁你知道2025年嘅時候黃金幾多錢？所以喺2025年嘅86萬個安士比起2024年嘅142萬安士，其實總額方面唔會爭得幾多嘅啫喎，因為個金價升緊，係咪啊？量係少咗，但係個金額係冇少啊，即係可以咁講，已經叫做係不惜一切代價噶啦。咁好啦，咁黃金係一種商品嚟嘅，大家都知啦，黃金係一種商品。商品呢樣嘢就係物以稀為貴係嘛，大家都清楚啦。冇嘅嘢一定貴嘅，物以稀為貴。咁依家黃金作為一種商品。個需求係好旺盛嘅，依家個需求非常之旺盛。咁供應方面點樣咧？供應方面點樣？等我同大家講下。
全球金礦佢嘅產量喺過去20年啊，唔係過去2年啊，係過去20年屬於增長緩慢嘅。大家可以睇翻呢幅圖，由2001年到依家啊，咁啊總體嘅波動啦，都係好細嘅嚇，都係好細。過去15年間為2.7，過去20年為3%，亦即係非常之緩慢嘅。你好緩慢嘅一種增長嚟，亦即係金礦呢家嘢咧，唔係話依家需求多咗啦，我要製造多啲。你以為你係工廠咩？你係工廠做手袋咩？你話個手袋依家見到買嘅人多，本身我係做1萬個嘅，依家我嗱嗱聲做2萬個，做3萬個，得唔得？得，但係金礦唔得㗎喎，唔係話金礦你想話有呢度有隻金礦就有隻金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地球上金礦係非常之稀有。所以你要勘測，勘測完之後你要投產，投產完之後你要挖礦，你要有一個週期，而且呢個週期係相當之長嘅。咁所以過去20年嘅金礦個產量係保持基本穩定，但係需求量好大，係咪啊？需求量係咪好大啊？咁如果你發現一個商品需求量咁大，然後產量又唔大嘅話，咁你估最終嘅結論係咩呢？最終嘅結論就係長期睇升嘅邏輯係唔會變嘅，冇理由會變啦，因為大家已經睇到好明顯依家黃金嘅上升。